買咗新樓，首期俾咗幾百萬，風水師一入屋就斷言你今年財運必破。海景配天橋，看似風光，實質暗藏危機。拎資料實地考察，點出佈局盲區。仔細檢查屋企平面圖，原來買錯咗方位，無窗浴室，羅庚指針大亂轉。推開個窗，兩棟樓中間個條縫正對住屋企客廳，原來呢啲叫天斬煞，陰暗小角落，越住財運越差。唔想俾咁多錢供樓交租，日日被環境吸血。9月16號，城市聯頭學風水班開課，6個月教你帶眼識樓，課程加送寵物飼養術、長者保健法、夾萬催財法。6個月時間，用香港18區實戰案例教你帶眼識樓，真正保障你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資產。唔好等運勢跌底先嚟後悔，即刻 WhatsApp 698000699登記留位，快啲將呢個影片 share 俾你身邊個個正準備買樓或者搬屋嘅朋友啦！